唉，頂！今日全日冇船登島，喺亞微灣逗留咗1個禮拜，今日會正式離開，出發去佩里達島。呢間民宿好有驚喜，環境清幽，又望山景，我住得非常舒服。I'm leaving now. Yeah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brother. Okay, see you. Bye bye. 同笑容可掬嘅小管家道別後，我要將行李固定返上機車上邊，然後正式出發去車站啦。租車嘅老闆非常好人，佢容許我將架車停泊喺車站，然後去自行回收。咁就免卻我還咗車之後，仲要拖住個篋走嚟走去咁狼狽。泊好架車，行過對面馬路就係車站啦。喺啱微去巴登巴預計2個鐘車程。開車啦！喺趟車程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話題，就係獨遊嘅好處。其中一個係訓練我哋面對突發情況時候嘅應變危急處理。好似我今日面對嘅問題係亞美去巴登巴，每日嘅車程只有1班，1點半先會到達碼頭。不過臨出發前先發現巴登巴去佩尼達島嘅最後一趟渡輪係1點鐘出發，所以我係點都趕唔切嘅。遇到問題首先要冷靜，然後上網或者向身邊人 fact check。有咗大致方向之後，然後我而家習慣會用 AI 提供幾個方案俾我。當然千祈唔好盡信，你要因應所想要嘅方向再自行確定。最後我會尋求當地嘅民宿工作人員，了解情況同埋作最後嘅諮詢。好似而家咁，我揾到嘅替代方案就係喺巴登巴落車後轉乘20分鐘去另外一個碼頭 Kunsamba， 喺嗰度會有快艇，雖然貴啲，不過下晝仲有班次。到埗後先同電單車司機討價還價，一開始佢開我價15萬，我理都冇理佢，然後佢轉個頭讓步話10萬，我俾佢睇如果 call Gojek 嘅話3萬蚊都唔使，佢最後就話5萬制唔制？我即刻話 OK， 因為我等咗好耐 Gojek 都未有人接單。終於到達Kunsamba碼頭，有個外籍旅客同我示意 low boat， 問咗當地人先知，原來今日佩尼達島有慶典儀式，所以包括幾個碼頭全日都冇船來往。估唔到我咁好彩，今日撞正大日子，等我機關算盡都係上唔到島，非常無奈，不過冇辦法，唯有接受現實。即刻喺亞高達揾一下住宿，發現都係要返巴登巴先有比較好嘅選擇，所以最後都要硬食電單車司機嘅價錢，用咗10萬蚊印尼盾來回遊車河，暈咗個吉，遊咗個寂寞。不過唔緊要，最緊要心態放鬆，唔好影響自己嘅情緒，接受一切嘅問題同困難，想辦法去解決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。雖然今日嘅旅程絕對唔算順利，不過都係一個好難忘嘅體驗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呢個不受幸運女神眷顧嘅小朋友。我哋聽日見。